歡迎嚟到我嘅一日 Vlog。今日嘅營業時間係超長啊，所以我特登咧想測試下今次妝容嘅持久度。第一站咧先睇中醫，所以我帶咗化妝品出嚟睇下今次快速完妝嘅情況下，產品嘅持久度係點樣。今次帶咗泰國品牌 Misty 嘅柔光精華氣墊粉霜，主打乾燥肌膚適用。睇完之後咧睇落個妝感好透薄，大斑點都遮得到，都幾貼服喎，好似第二層皮膚咁。快速上埋睫毛同埋眼線，今次想用10分鐘化一個好溫和嘅妝感，所以我選擇咗磁色雙透嘅唇油，用佢嘅啞光多用嚟完成唇部、胭脂同眼影。我用嘅係04號色，另外呢兩隻色推薦俾大家。再上埋水光唇蜜，睇下喺瓷膏對下妝感睇落去自然又有光澤。頭先搭咗一個中車行街食嘢，再買蛋糕，入到嚟大西北嘅妝感都仲係好貼服。開始露營食嘢，圍爐烤咗隻牛扒都冇用到妝，睇翻合照有水光肌嘅感覺。去到11點呢，其實我已經好攰啦，個妝感呢都仲係好光澤同埋飽滿，亦都冇卡粉嘅情況。睇到起先，去到凌晨2點幾，個人開始冇電，準備卸妝。卸妝前嘅妝容持久度呢都真係好 OK。今次測試過關。另外呢個系列嘅泰式奶卡唇油都超吸引，有唇凍同奶霜質地，連續搽28日可以減淡唇紋。我最中意呢3隻顏色，你呢？